姐姐，怎么会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呀？因为今天是爸公的生日，所以我刚刚去买了好多爸公喜欢吃的东西去拜拜哦。彤彤姐姐，爸公是谁啊？是你的亲戚吗？不是啊，爸公是指土地公。所以土地公喜欢吃汤圆哦。那我生日也可以吃汤圆吗？亮亮喜欢吃半眼呐。汤圆的客家话就念作半眼，也可以说谢眼呢。那我不喜欢吃汤圆，我比较喜欢吃麻薯。麻薯念作起白，默默喜欢吃哦。所以爸公他喜欢吃汤圆还是麻薯呢？爸公跟我一样喜欢吃汤圆、麻薯、汤圆。爸公、土地公，爸公、土地公。彤彤姐姐，今天为什么要拜拜呢？因为今天是爸公的生日啊！生日，生日，生日，生日。亮亮，明天就是某某的生日，你准备了什么礼物要送给他呢？我准备了一个小蛋糕要给他哦。起白，麻薯，起白，麻薯。亮亮，你要吃花生口味的起白吗？谢谢彤彤姐姐，我最喜欢花生口味的起白了。半眼，谢眼呢。汤圆，半眼，谢眼呢。汤圆。亮亮，你知道冬至的时候要吃什么吗？半眼。爸公生日，半眼，谢眼呢，还有起白，小朋友记住了吗？哈兔拉拉，下次再见喽！张伟亮。